议员多数人表示，桂林发展快速，因应治安需求所诞生的桂林派出所，伫今年动工以后，预计明年10月得当完成。除了表达欣慰，嘛关心后续30几位警力需求，要求局长一定要全力争取。另外，桂林区的德南派出所甲林德区第5消防大队文贤分队，嘛拢因为建筑老旧面临重建。虽然市区分别编列7700多万甲9400多万的工田预算，不过到底当时发包动工，议员呼吁一定要尽速进行。右边德南派出所，左边文贤消防队。起起来的形体就是安尼，市长拜托，咱伫今年年底赶来发包，赶来动工好无？我技术面无问题，我就无问题。好，我就尽量专业的技术，而且我嘛给议员报告啊。咱这是重实用啦。是。警察跟消防非常重要。都是很重要，而且很朴实的单位，不动花俏。对，所以越快越好。对。因应南关线快速发展，要新起的警政加消防厅舍，除了提升民众治安、交通的需求，以及沙仑科技园区特殊救护救灾效能，嘛是基层消防加环境比轻生活环境的改善。台湾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。